加拿大滿地可2023年致命火災案有新進展，涉事建築物嘅業主星期三被警方拘捕，被控7項誤殺罪以及8項刑事疏忽導致他人受傷罪。被捕嘅63歲律師兼商人貝納莫爾透過視像喺滿地可法院提堂。案件涉及2023年3月滿地可舊城區一座過百年歷史建築物嘅火警，造成7人死亡、9人受傷。警方經過3年調查之後發現，事發當晚大樓入面有22人，其中唔少係屬於非法短期租住。有租客曾經形容嗰座建築物係火災陷阱。警方強調，檢控重點在於被告喺物業管理上有疏忽，導致火勢加速蔓延並且造成傷亡。當局早前喺現場發現助燃劑痕跡，起火原因要進一步調查。被告喺庭上未有答辯，案件押後到4月17號再訊，期間被告獲准有條件保釋。